而家喺公車上，之後呢，入一個站入邊，等陣可以見到啲人係買嘢人。雞蛋就咁捧住㗎啦。每個站都有啲係舉住嘢賣嘢嘅人。呢個車站算好少好少咯。Tigo 記住 Tigo 係一個好牛嘅公司，喺坦桑尼亞到處都有嘅標誌。